6星期前，我哋仲係一個冇乜人用嘅工具，到今日用戶增長已經超過1300%。老實講，我哋都嚇一嚇，但同時間發現一個問題，好多人註冊咗，但係未真正用過一次。所以今次唔講太多 update，只講一樣最值得你試嘅一樣嘢：一段文字、一條短片，真可以即刻 post 去 Instagram。你只需要打一段文字，就會自動變成有聲有畫面，可以直接出 IG Shorts、TikTok，唔使剪片，唔使錄音。最近我哋試咗一種玩法，用純文字整一條氣氛片，有啲人用嚟做懸疑故事類，結果可以睇翻以下連結。我哋仲用呢個功能直接讀咗呢封 email 做咗條片，去呢度睇翻。順手講埋一個實用升級，如果你係老師、學生做訪問 podcast 拍片要字幕，呢個會幫到你字幕準確度升級加自定詞庫。簡單講，人名、專有名詞冇咁易錯，邊句唔準一眼睇到，唔使再逐句聽翻。最後偷偷送你10分鐘。如果你未真正試過去賬號設定輸入促銷碼，輸入 HEY01 就會有加10分鐘30日內用。其實一直都有，但多數人唔知。順帶講一件事，最近我哋將免費方案由10分鐘變做5分鐘，原因好簡單， AI 成本上升喎，但我哋寧願保持速度加準確度，都唔想 downgrade 體驗，所以用過嘅人其實會更穩更快。今日講到呢度，下個星期再見。